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元宇宙賽馬頻道時間。上次我嘅心水咧係俾開心馬啦。咁喺想講第一場嘅賽事之前咧，亦都講翻上次嘅賽事先。咁其實上次開心馬咧嗰條 Q 係應該會中嘅，就問題係去到最後直路嗰度咧係有啲不公平嘅跑法咧，而係冇延順。咁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。泵啊，所以嗰隻有直路有啲壓埋去咯。出閘又唔係咁好咁樣，啲走規好似哇！呢度都少少挨到啊！嗱，咁大家都睇到其實即係開心馬喺最後50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仲未輸得晒嘅，而且係有少少受咗啊。咁其實應該延順啦，否則就呢條 Q 應該有機會中。咁我講翻聽日嘅賽事，聽日跑9場法國 A 欄賽事，咁我就揀咗第一場嘅賽事同大家傾下。咁呢條12匹馬入邊咧，其實放頭跑嘅馬亦都好多啊。咁睇下究竟聽日嗰個場地係究竟離內欄啦，定係離外欄啊？咁唯獨想我講一講咧，就係1號嘅和道威啊。咁呢隻馬咧喺上次156嘅場次入邊咧，佢都有少少後追嘅鏡頭。咁呢隻馬其實已經季初已經知道佢隻馬開始立腳㗎啦。咁跑翻中距離都係一個正路嘅選擇嚟。咁呢隻馬咧，如果聽日咧後上嚟講咧，其實所選擇嘅馬亦都唔多。咁先揀咗佢先啦。咁另外再講嘅就係隻無極勇將啦。咁喺呢一度咧，能夠贏3個幾馬位喺法國谷咧，都算唔簡單，亦都係有一啲進步嘅成分喺入邊啦。咁呢隻亦都要留意翻。咁至於麥道朗同潘頓呢兩隻馬咧，其實都好參差啊，因為分別咧都係未有一個好穩定嘅水準俾你去揀啦。即係如果要揀嘅話，都係揀翻個比較高質素嘅騎師去揀呢隻馬啦。咁就而放棄咗潘頓。聽日就俾4隻馬大家參考下，咁希望大家贏多啲。